可能3千年啊，伫遐咧修行。离世界交代，包括你咧听道理，你讲爱听下来的。哦，有这道理一句听无，爱听几遍，有咧听无，咱爱问人。啊，毋是讲啊，你听过去，听做你讲一寡这道理，一寡较浅的，才听到伊。即摆智力甲上升、大乘方面来，当中呢，咱一直爱修道、坚持思想种种拢爱调整俩，提升咱的心境，离世界稳稳来。所以咱发展菩提心，啊若无发不出来，咱所修的诸善法，做讲的这种模样，模样袂过，你遐个模样，啊，讲到为假事，模样啊，讲做到公文，一样，不尽法。啊，啊，若有人了解上过去，啊，这三门，啊，这文龙的时阵呢，啊，签出来时阵，有个人有正式。拄手运动才去先变成，有个人去辅助我才先煞死。那么你个想想，一般都修的走入2万、3万、4万、5万，我嘛拢无变质嘞，修你啊，我嘛是修道，我嘛是唱水念经，我嘛是打坐的，我嘛是不害人的，我嘛是布施了啊，度人的，各位，反正一种路我就走，这一种路我走，所以因缘到尾起来。哦，你讲真正拢无害人啊，真正拢无做唔对，功德拢唔够。我来讲过，共款老母娘伊的功德圆满，但是我来讲过，伊公所内底面，伊市场内底面，像你伊个公司，如果是爱去再不是讲，就是爱去就较早爱搞，嘛是讲功德圆满，结果拢是无共款。伊咱当初最核心的生活，有真正了解，所以伊在做刷钱，结果叫我做见证，确实。所以今日爱培养一个修德，爱做出见皮匠五大非常上，今日全胜啊，下上艺术课，咱大家爱过去，咱所想的过去所想的，我是接回来，999年接回来，各位你看有来无？有无？有啦吼，但是咱的是当作是迄个天空物件，天空物件还袂到，但是呢，1999年到20这个年呢，确实是一个小问题叫，然后土耳其大地震啊，这个沙俄瓦多大地震，日本大地震，台湾第几年，啊，长水山啊，那我明白什么地震啊，哦，刚好第几年就中国大地震，印度大地震。菲律宾嘛地震都过过山，而且我是地壳变动是一个小问题大消息，佮再来天空物件，天空物件你看，即个各一个国家拢是咧为了物主的物件，拢是伫遐咧拉拢罕见。迄个物件上可以做安尼，啊，这一家这个伊有化武器，啊，别人这样物件，遐化成拢表出来的话，我讲天空物件变切进，老师讲，77条多少不变天气。这种人啊，讲有过关，一下子就好一两开始这一天。那么咱做出主的方式，下先人，啊，所以这个人就是关于讲，我咧找周书啦，啊，周书主席啦，哦，我这边做3盘，这本书，哦，伊知影我，大家有机会，我这个我宣传，我宣传天天我就听讲，我唔知啦，我听讲因为你那去他去马来安怎，就讲，即马周书主席啊，即马安怎呢？啊，咱啊，去考虑我，如果就感觉讲，做书主席甲无主席，这啊搁再讲，毋是咱即摆咱直接咧教建议。咱即摆就讲政客讲国父，兄弟姊妹该需要爱多，爱多给多。当佛祖教菩萨无成就啊，无着体，伊嘛是不可暗中教化众生。为什么你看你追求做书主席咧？哦，我了解，伊讲我无认心，啊，伊讲我无认心啊。伊讲我若无好用做书主席，你这工作，我无就是叫做讲无认心。啊，我讲你，我那是心无参考。我讲你呢，一直追求做书主席呢，你无见识。你看把这个我令人笑，啊，我。我讲今仔修道有一个论题，你今仔真正明心见性，有真正叫我良机，叫我良缘，真正做你。